白苗铺晚松，秦边街，剑河不停的民秀才，万里苗家无差错，一击破阵是艰苦，苗家就像无差错，并在将来的不在多，出战金卫小殿座，一兵变了赵太公，班师傅的调奇秀功，夫君为民的真殊风，为国争着是本分，不该给了伊公分，为妻并夫伊是贪功，妻伊呼应的本应当，中秀空贵伊也不安，前方关桥送玉松。是安怎？敢讲我讲了较过分是？无啊，你讲的一点仔都无过分。你拜见大哥、大嫂。发生什么代志？禀大哥，明良交战抓到一名反帮干涉。哈？这曲相当。哎呦，反帮的干涉太进来。一种命这个环保。
经离见啊！老弟，我只倒转来一下，明仔载就爱倒转去。这一摆倒转来，是全港来探望母亲的宴会。阿娘，喂，阿娘。 食袂少的苦，应该安尼讲。害你毕竟是生命歹，嫌我公主是苦的好害，身在辽江随所在，想起老娘是暗伤怀。
燕贵，伊敢是甲你斗阵？燕贵已经甲铁镜成婚啊！四哥，爸爸，四哥，四哥，燕贵甲你斗阵失落番邦，伊即马是怎样啊？四哥，你紧甲我讲啊！燕贵已经死啊！你临终的进程有甲无兄交代，劝你趁早就爱出嫁，才袂耽误着你的终身。四哥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金宝，苏龙，苏龙，你终于回来，你总算回来啊！我对不起你，我袂怪你，只要你若用回来就好，你若回来就好啊。也不过我。已经死去啊！我会回去辽江。苏龙，你是安怎要走呢？你袂使走，你袂使走，宝宝，宝宝，苏龙要走。你原谅我，我已经入罪，辽江交易驸马。可是我明仔载若是无倒转去，庆和公主一定会被处死。